最近呢，轟動咗成個亞洲餐飲界嘅重磅大新聞，相信好多睇開財經同埋飲食資訊嘅老友呢，近排都睇到呢條新聞嘅。百勝中國攞咗足足12億嘅美金啊，即係差唔多80億嘅人民幣咯，就全部買斷咗中國所有必勝客品牌嘅獨家經營權。由交易完成當日開始，成個中國市場嘅必勝客呢，無論係產品嘅研發啊、門店嘅開設啊，定係售價嘅嗰個制定權啊、營運嘅模式啊，全部都係交由俾中方團隊自己全權打識嘅。呢個徹底同美國母公司切斷呢個經營層面嘅管束啊！簡單咁講呢，就係中國嘅必勝客正式唔會再聽鬼仔嗰支笛噶啦。好多人呢，淨係睇到標題就隨手咁劃走啦，心入面淨係會覺得不過係集團內部嘅轉手股權，換咗個老細打理生意啫，小事嚟嘅啫。嗱，咁就錯啦。實際上呢，呢一筆高達近百億港紙嘅收購案，遠遠唔淨止一間薄餅店嘅易主，佢入面藏住幾十年東西方飲食嘅思維衝突、跨國資本嘅野心，仲會影響未來幾年大中華地區嘅西餐行業嘅走勢啊！今日呢，我唔用報紙上面冷冰冰嘅術語，就用最簡單貼地嘅風格，由頭到尾拆穿成件事情嘅來龍去脈同埋隱藏嘅細節啦。喺深入分析之前呢，我提一個好多香港人就算冇親身去過內地必勝客消費過嘅，但係早期都透過網上嘅短片啦，同埋論壇啦，甚至乎外國嘅新聞報道啊，或多或少都睇過經典嘅畫面嘅。呢個畫面呢，就係內地千禧年前後爆紅一時嘅必勝客沙律塔嘅挑戰。顧客呢，淨係可以憑一隻細細嘅標準塑碗一次性自取沙律嘅食材啦，定價呢係20幾蚊嘅人民幣左右，裝得幾多就食幾多，正所謂嘅任食唔嬲啊！你知噶啦，內地啊最叻嘅就係模仿，唔理係好定係衰，內地都係可以模仿嘅。就好似大陸嘅字節跳動、今日頭條係模仿呢個 YouTube 嘅，小紅書係模仿呢個 Instagram 嘅，抖音呢係模仿呢個 Facebook 嘅。就連呢個私家車小米蘇七都係模仿保時捷嘅，甚至連人嘅行為辦事方式咧都係可以模仿嘅。例如咧，大陸國民品牌小米嘅老總阿雷軍雷總啊，佢成日模仿世界最頂級嘅企業家嘅。例如咧，小米創業初期咧就喺發佈會度着到同呢個 Apple 嘅創辦人賈伯斯一模一樣嘅衫，包括小米蘇七嘅發佈會，佢又着到同 Elon Musk 一模一樣。仲有最近喺大陸熱議嘅雷總街頭食麵事件，雷總呢又模仿早排黃仁勳喺中國街頭食麵嘅事件。咁點鬼知呢？突然間有個細路女呢係孭住個書包嘅學生女嚟嘅，突然間呢佢就喺個雷總嘅背後路過講咗句：吃個早餐都那麼多相機在拍啦。咁呢個雷總聽到之後呢就面都青晒。正所謂咧，童言無忌啦，係嘛？細路女咧都係講事實啫。咁樣咧就因為呢件事，大陸嘅網友咧就出咗句經典嘅語錄，叫做黃仁勳食麵係因為肚餓，雷軍食麵係因為黃仁勳食麵，所以先至食麵。喺呢個日常連食餐晏仔都要模仿嘅角度咧，就知道中國絕對係一個模仿強國，甚至乎咧係世界第一。所以講翻前面20幾蚊嘅人民幣。裝得幾多就食幾多，任食唔嬲。咁樣咧，內地無數嘅民眾咧就開始研究模仿網上最叻嘅嗰啲力學技巧。佢哋利用紅蘿蔔條嚟做支架，沙律醬當做一個粘合劑，即係等於水泥咯，搞到好似起屋咁。青瓜同椰菜咧就做樓層，一層一層咁疊起嚟，疊到幾十公分高，甚至乎成米高嘅巨型沙律塔。當時咧呢種獨特嘅玩法咧，瞬間席捲咗內地各大嘅網絡平台啦，仲俾海外嘅媒體報道過，變成當年內地好有代表性嘅消費熱潮啦。就憑住呢一個貼地嘅促銷玩法啦，當年內地必勝客咧直接穩坐西式休閒餐飲龍頭嘅位置啊！年輕人拍拖約會、小朋友生日慶祝啊、成家人聚會啊，第一時間咧就會揀必勝客咯。就係憑住呢個外國品牌嘅光環，
安安穩穩咁揾足10幾年嘅快錢咯。但係呢，後嚟邊個都估佢唔到，曾經靠趣味營銷風光無限嘅品牌，幾廿年之後竟然會淪落到俾中方全盤收購，先至可以繼續生存喎。而造成今日呢個局面嘅最基本原因呢，就係美國總部同百勝中國兩邊呢，由一開始就存在完全無法磨合嘅生意理念衝突喎。而呢種分歧嘅根源呢，就係西方流傳幾百年嘅貴族階級思維咯。好多人以為得華人中意講檔次，中意愛面子，實際上班鬼仔呢，先至係最中意講檔次、愛面子㗎。嗱，唔信嘅你睇下西方成套西餐嘅禮儀，包括刀叉贈餐嘅規矩、高級食材嘅分級制度，佢嘅本源都係源自於歐洲中古時代嘅貴族專屬嘅生活方式嚟嘅。昔日嘅普通平民呢，根本就冇資格使用刀叉、品嘗鵝肝同埋高級西式嘅料理㗎。呢啲繁瑣嘅規矩呢，從來唔係為咗提升飲食嘅體驗，只不過係用嚟劃分階級嘅高低。呢種刻入企業基因嘅傲慢心態呢，一路延續到依家嘅跨國飲食集團嘅嗰班鬼仔決策層咯。所以呢，美國總部從來都唔將內地必勝客定位成平價嘅日常快餐，班鬼仔覺得點都要死守中高端休閒西餐廳嘅標籤，立低一條絕對唔可以動搖嘅底線啊！呢個底線呢，就係品牌絕對唔可以下沉平民市場，唔可以入住宅嘅街鋪，唔可以去啲巷仔角落頭度開店，更加唔可以開嗰啲專門做拼好飯啊嘅嗰啲外賣店，同埋推出嗰啲廉價嘅套餐。一句話講晒，搞到我切晒咁，你切係你嘅事，你自己切好啦，你咪搞我死都唔制。不過唔制還唔制，不過呢，現實係冇人可以逃避嘅喎，包括嗰班自認高高在上嘅紅頭綠眼嘅鬼仔。班鬼仔好清楚，內地近呢10幾年嘅消費環境轉變係同班鬼仔嘅理念完全背道而馳㗎。班鬼仔一路睇住內地普通老百姓嘅消費觀念慢慢理性，佢哋唔再盲目咁追捧洋品牌嘅光環，而且咧出去食飯最睇重嘅咧就係性價比同埋便捷度。嗰啲咩一人食嘅快餐啊、社區外賣啊、平價下午茶啊，甚至乎外賣平台上嘅拼多多翻版拼好飯啊，依家咧先至係中國市場最大嘅主流需求啊！呢啲咧就係班鬼仔要賣咗中國必勝客嘅其中一個原因。其實負責實際運營嘅百勝中國團隊咧，喺過去10幾年一直不斷向美國總部遞交過本土化嘅改革方案嘅。方案提議都係縮減大型商場門店嘅面積，落腳居民小區，開細型外賣專門店，上架拼好飯，降低成本等，顧客可以以更低嘅價格食到必勝客。仲有研發配合華人口味嘅叉燒薄餅啦、臘味焗飯啦、燒鵝薄餅啦、白切雞薄餅啦，仲提議推出9蚊9起嘅日常單人餐喎。不過每一份提案送到美國總部審批，最後都毫無例外咁俾班鬼仔全數無情咁駁回，又或者由頭到尾連睇都冇睇過呢份提案。最後美國班鬼仔管理層呢，情願眼睜睜咁睇住中國門店人流嘅逐年減少，營業額年年下跌啊！大量嘅實體鋪頭陸續咁執笠結業，都堅決唔願意放低品牌嘅身段做街坊生意，寧可虧損都唔破壞自己心中嘅嗰個高端嘅定位啊！咁樣呢，長年累月嘅意見被否決咗，改革被阻撓，令中美雙方營運團隊嘅矛盾日積月累，由最初嘅意見分歧演變成難以調和嘅合作裂痕，亦都為今次全盤收購埋低咗伏筆。講完理念矛盾，我哋再拆解背後真實嘅資本運算內幕。呢啲內容大多數新聞只會輕輕咁帶過。近呢幾年全球層面嚟講呢，必勝客嘅母公司整體嘅運營狀況呢持續惡化喎。乜嘢歐洲啊、美洲啊同埋其他海外地區嘅分店呢，大範圍執笠，成個品牌全球板塊長期處於虧損嘅狀態，已經變成拖累母公司百勝集團嘅整體盈利嘅負資產啦。母公司而家嘅全球戰略就係
放棄所有難以盈利、難以改造嘅虧損業務，集中資源經營肯德基、塔可中呢啲收益穩定嘅板塊。但係必勝客喺全球所有市場入面，淨係得中國區仲可以保持穩定正向嘅盈利喎，係唯一一塊仲有價值嘅肥豬肉。其實美國總部咧好清楚自己唔願意調整營銷策略，做本土化嘅改革。但係如果繼續自己管理，只會慢慢咁越蝕越多。但係咧又唔想白白咁將呢個盈利市場拱手相讓喎，所以經過深思熟慮，雙方先至磋商出呢一筆12億美金嘅買斷交易，一次性將中國必勝客所有嘅經營權、產品改動權、門店拓展權全數轉交百勝中國。所以以後中國必勝客就係自己全權打骰，自己當家做主人啦。跟住我哋客觀咁分析，中方全面接手之後，未來幾年中國必勝客一定會出現3個肉眼可見嘅重大轉變。呢啲變化咧，全部係由前美方絕對唔允許發生嘅改動。第一，每年需要固定上繳俾美國總部嘅高額品牌授權費，由此咧就清零噶啦。呢一筆每年喐啲都要幾千萬美金嘅固定開支，會全數留翻喺中國境內投入運營，一部分用於產品嘅微調整啦，一部分用於調整產品售價，讓利消費者，一部分投入新菜嘅研發，剩低嘅資金就用嚟開新店，整體嘅財務結構應該就會變得寬鬆健康。第二，門店呢係會拆分成雙軌或者多軌並行嘅模式，少量保留市中心大型商場嘅旗艦店，維持原本高檔聚餐嘅環境，留住中意氣氛體驗嘅舊客戶。重點發展路線呢，轉向大規模開發社區嘅小店、街邊外賣專營店，鎮住呢個住宅小區同埋呢個鄉鎮嘅商業街，主攻平價一人餐同埋呢啲外賣訂單，包括拼好飯。呢個咧就係之前美方死都拒絕嘅運營模式啦。第三，菜式嘅研發徹底擺脫西式嘅嗰個框架嘅束縛。你知噶啦，其實中國人邊食得慣呢啲半生不熟又冇鑊氣嘅西餐噶，大家都食唔慣，咁就肯定會慢慢改菜式噶啦。北方啊、外省啊嗰啲就唔講咯，就講下華南地區，特別係廣東地區，肯定會重點研發粵式風味小食同埋薄餅、叉燒、臘腸、白切雞、鹹蛋黃呢類本土食材，會由限定期間產品轉變成常規菜單嘅選擇，真正做到入鄉隨俗，迎合本地人飲食嘅口味。不過睇中所有利好前景之外，我亦都唔會一味唱好，要同各位講下中國必勝客兩個最現實存在嘅風險。呢兩個隱患呢，好大機會會影響必勝客以後嘅發展成敗嘅。第一個就係百勝中國投入近8億港紙收購，資本必然追求快速回本，提升呢個營業額嘅。咁樣呢，好大機會會喺短期內瘋狂開新店，而忽略咗市場嘅調研同埋員工、廚師團隊嘅培訓。一旦門店數量暴增，但係食材嘅供應鏈同埋管理制度跟唔上進度嘅話呢，就會出現一個各地分店出品嘅素質差異巨大，長期落去呢，直接會敗壞積累幾十年嘅品牌口碑。第二就係，既然賣嘅價位降低咗，咁就冇可能仲好似以前咁樣嘅品質噶啦，好有可能會喺原材料上面落手腳，會換翻一啲平嘢，甚至乎呢，可能會喺一啲本嚟呢就賣得平嘅菜式入邊呢，改為半成品預製菜，而正最近中國大陸嘅民眾呢都喺度嚴打預製菜，所以呢壓力係十分大嘅。想要賣低價，但係又唔可以用半成預製品代替，如果唔係，好多客人根本唔會幫襯。最後拉高層次嚟講，呢單中國必勝客收購案呢，從來都唔淨止係一間薄餅店嘅轉身，佢象徵住一個舊時代正式落幕。過去幾十年，無論西餐定快餐，外國品牌只需要憑住一個洋招牌就可以拉高一個定價，輕易收割華人市場嘅紅利。但隨住內地本土嘅供應鏈完整，大眾消費越嚟越理性，迷信鬼仔品牌
就等於高素質嘅年代早就已經徹底過去啦。以後咧，好有可能大中華地區嘅所有外資餐飲嘅大趨勢都會慢慢咁統一，海外母公司淨係保留翻商標所有權，收翻啲授權費，實際由本土化經營，產品嘅改造、市場嘅拓展，全數交由本地團隊全權負責。總結翻成件事，之前嘅中國必勝客一直俾美國總部嘅貴族傲慢思維綁手綁腳，手握龐大市場，但係死都唔肯變通，白白浪費咗大好發展嘅機遇。而家百勝中國全權接手，將高高在上嘅西式品牌拉落民間，變成普通人日日都食得起嘅日常餐飲。跟住落嚟2-3年就係必勝客嘅生死轉型關鍵期，大家不妨講下自己嘅睇法。你覺得脫離美方管束之後嘅中國必勝客可唔可以成功轉型進入高光時刻呢？定係一定會敗筆？如果覺得我講得唔錯嘅，就 follow 我啦。我哋下期再見。